再来看2024年美国消费电子展 CES， 明年1月会伫拉斯维加斯来举行。这届咱台湾有96间科技新创的团队参加，有甲人工智慧 AI 佮机器人的相关应用哦，望讲会当来争取甲佮全球产业合作的机会。And I see shining, Taiwan rising。最近甲开关记录器透过启动仪式，全国台湾技术的科技新创团队将会参加2024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。国科会加数位部将会带国内96间科创团队参加，范围包括 AI、机器人、智慧医疗等领域。这一次我们参展的队伍已经把台湾的科技推进到生活、食医、医疗的医、住行、娱乐都有。预祝大家参展完毕以后，很多投资就进来。国科会讲，这边会展是国际上大年度消费性电子大展，明年1月7日到10日伫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。这边代表台湾参加的团队研发成果包括民众的生活需求，也反映出这么上流行的产业科技运用趋势。同时也包括政府伫咧注重的6大核心战略产业。这一次我们第一次，我们试着带着9家的新创软体业者去这个 CES， 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去走出台湾，然后走向国际。台湾的人才跟创意都是世界 top， 所以我们应该跟国际争取更多的订单。因为参展的团队拢是各个科创团队的优秀团队，也会吸引全世界大厂参加，让世界人看到台湾的科技实力，并且争取国际合作机会，就全世界 IC 创新技术来台湾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